葉問嘅終極一戰咧，就係將葉問真係嚟到香港，收到幾個得意弟子，點樣去推廣詠春拳，遇到咩困難，佢同佢弟子嘅關係。拍完呢部戲之後咧，對葉問師傅有更深嘅了解，更加佩服葉問師傅嘅偉人。去表揚葉問師傅佢個功夫之餘咧，佢嘅武德係更值得表揚。可以講係一代宗師，但係冇用自己個名去開設嗰一間武館，一個人去打天下。秋生喺呢套戲咧付出好大，佢唔單止動作打好，神態都好，動作戲固然有，但係內心亦都好重要。佢演技好，內斂又得，抗打又得。我好少一個角色落嚟，差唔多冇咗我自己喺度咁滯嘅。係我哋所有詠春同門見過咧，都覺得係最好嘅葉問。因為講緊一個中年至到老年嘅功夫高手。當日葉問同白鶴馬香港白鶴掌門係真係有個拗撬，後邊係好朋友。點解揾阿曾志偉去飾演白鶴馬掌門？好多人都忘記咗志偉功夫武師出身，佢跟我師傅劉家良跟咗好多年。大家問起就快多啦，講手講腳大家都未試過，估唔到出嚟嘅效果咁好。有晒呢一套終極一戰咧，咁就整個葉問嘅生平一生咧，作為一個終結，咁先有一個完整篇。